各位街坊大家好，我係養生廚房嘅阿四。每日返工返學，經過地鐵站或者街邊嘅麵包鋪，聞到嗰陣牛油同小麥混合嘅香味，係咪覺得好治癒？好多人習慣順手買幾個麵包，做第二日全家大細嘅早餐。你睇住貨架上寫住每日新鮮出爐，絕不賣隔夜嘅招牌，你會覺得好安心，覺得自己買緊健康。但係你有冇諗過一個好現實、好殘酷嘅數學問題？一間大型連鎖麵包鋪每日出產幾千個麵包，生意再好都冇可能啱啱好賣得晒㗎。咁每日賣剩嗰幾百個甚至幾盤麵包，到底去咗邊？係咪真係好似佢哋講咁，全部掉咗，或者捐俾慈善機構？如果係咁，個老闆咪蝕死。最近我收到一位喺連鎖麵包店做咗10年，剛剛離職嘅阿強師傅爆料，佢同我講：阿四，行內有句說話叫10個麵包9個假，仲有一個係隔夜。特別係有3種麵包，我哋自己做師傅㗎，就算餓死都唔會食。但偏偏呢幾種係最多家長買俾小朋友食嘅。聽到呢度，我有啲毛骨悚然。原來我哋以為營養健康嘅早餐，分分鐘係人哋重新包裝嘅回收垃圾。食落肚嘅唔係營養，係霉菌、細菌同防腐劑。今日呢條片可能會得罪好多麵包店老闆，但我必須要講，為咗屋企人嘅健康，請你一定要花10幾分鐘睇完佢。特別係第2種麵包，如果你屋企雪櫃仲有，睇完即刻掉咗佢。首先，我哋要了解下麵包店嘅運作邏輯。做生意講求成本，麵粉、牛油、人工、租金，樣樣都係錢。如果每日賣剩嘅麵包都掉棄，呢一個叫損耗。喺良心小店或者高級酒店，可能會真係銷毀或者平價賣俾員工。但係喺一啲唯利是圖或者管理混亂嘅中低端麵包鋪，店長為咗條數靚啲，就會用盡方法將損耗變成利潤。點樣變？就係靠死貨翻生，將尋日賣唔出、變硬、變乾，甚至稍微有啲變味嘅麵包，通過加料、高溫處理、改頭換面，變成一款新產品再上架。消費者用肉眼根本分唔出，甚至覺得更好食。跟住落嚟，阿四就要為大家揭開呢3種借屍還魂嘅麵包真面目。第一種亦都係最危險、最容易滋生細菌嘅加工三文治，或者叫營養三文治。大家行入麵包鋪一定見過凍櫃入面擺住一袋袋三角形嘅三文治，有火腿、芝士、青瓜，甚至有啲加咗水果忌廉。好多上班族貪方便，攞上手就俾錢，家長又覺得有菜有肉，買俾小朋友做早餐一流。但係阿強師傅同我講，呢一類三文治係隔夜方包嘅最大去處。方包係麵包店產量最大嘅產品，亦係最容易老化變硬嘅。放咗1日嘅方包，皮會變硬，口感會變渣。如果直接賣客，一摸就知唔新鮮，咁點算？師傅會將呢啲隔夜方包嘅硬皮切走，切走咗皮，剩翻中間白色軟熟嘅部分，你摸唔出佢硬唔硬。然後最關鍵嘅一步嚟啦，塗上大量嘅沙律醬或者牛油。沙律醬嘅油脂同水分會滲透入乾硬嘅麵包組織，令到麵包瞬間回軟，食落去濕潤又好味。呢個有咩問題？問題大啦！第一，麵包本身已經唔新鮮；第二，亦係最恐怖嘅係交叉感染。呢一類三文治通常係喺廚房一個角落，由人手組裝生嘅青瓜、番茄、熟嘅火腿，加上容易變質嘅沙律醬，再夾住隔夜嘅麵包。如果喺製作過程中，衛生環境一般，或者雪櫃溫度唔夠凍，細菌會以幾何級數繁殖。沙門氏菌、金黃葡萄球菌、李斯特菌，呢個簡直係細菌嘅5星級酒店。如果你買咗呢一種三文治，仲要唔係即刻食，而係放喺書包一朝早、中午先食，小朋友抵抗力弱，好容易就會腸胃炎、肚痛、發燒。所以想食三文治，盡量買新鮮方，包自己整，千祈唔好買呢一種加工成品。第2種利用重口味掩蓋真相嘅調理麵包，例如就話肉鬆包、熱狗包、披薩包、香蔥火腿卷。呢類麵包特點係咩？多醬、多油、多配料，味道特別濃。而呢個正正就係商家嘅掩眼法。
當一個甜餐包或者係無餡麵包賣咗2日都賣唔出，表面就皮咗，點算？直接賣無人要。於是師傅會將佢表面噴水，掃上一層厚厚嘅沙律醬或者茄膏，鋪上一層肉鬆，或者放條腸仔，灑滿芝士碎、粟米粒、蔥花，再放入爐入面高溫烤多幾分鐘。出嚟之後，哇，香氣撲鼻！濃郁嘅沙律醬味、肉鬆味、蔥香味，完全掩蓋咗麵包本身嘅發酵酸味或者陳舊味。高溫烘烤亦都令到原本回軟嘅表皮變得脆卜卜，你咬落去滿口都係配料嘅味道，根本食唔出個麵包底已經係2-3日前嘅貨色。特別係肉鬆包，阿強師傅爆料，有啲無良店鋪用嘅肉鬆本身就係平價粉多過肉嘅劣質貨，甚至係快過期嘅庫存。用嚟黐住肉鬆嘅膠水，往往係廉價嘅植物牛油混合糖漿。呢一種麵包高糖、高油、高熱量，再加上個底係舊麵包，長期俾小朋友當早餐食，唔單止冇營養，仲會攝入大量反式脂肪同添加劑，絕對係健康殺手。第3種亦都係發霉麵包嘅終極歸宿，麵包糠或者叫脆多士粒蒜香發包片。你有冇見過麵包鋪收銀處隔離會擺住一細包一細包炸到金黃色脆卜卜嘅多士條或者蒜蓉包片？又或者你會買一包包嘅麵包糠返去炸豬扒？呢類產品係麵包店處理嚴重過期或者稍微變質麵包嘅最後一道防線。當一個麵包已經擺咗3-4日，硬到好似石頭咁，連做三文治都唔得，點算？甚至乎個麵包表面已經有少少霉點，無良商家會將發毛嘅部分切走，然後將剩低嘅麵包切成條狀或者粒狀，塗上大量嘅蒜蓉、牛油、砂糖，放入低溫烤箱烘佢幾個鐘，或者直接落油鑊炸，將水分完全抽乾，變成脆多士。經過高溫處理，霉菌雖然死咗，麵包亦變得又香又脆。但係各位，霉菌死咗唔代表毒素冇咗，呢個涉及到一個好嚴肅嘅食品安全知識。黃曲毒素，麵包發霉通常係青霉菌或者黃級霉菌。你以為切走綠色嗰一撻就乾淨，其實霉菌好似植物咁有根㗎，肉眼睇唔到嘅菌絲已經深深紮根喺成個麵包入邊。更可怕嘅係黃級毒素係1級致癌物，佢非常耐高溫，就算你用200度去焗都殺唔死佢。如果你經常買呢一類脆多士或者散裝麵包糠，你等於係將致癌物直接食落肚。特別係嗰種一包包冇標籤、店鋪自己分裝嘅麵包糠，極大機會係用賣唔出嘅發毛方包打碎而成。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好灰？以後係咪唔敢買麵包？唔使驚。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知道咗佢哋嘅蠱惑招數，阿四就教大家4招麵包鑑別術，等你一眼就能夠分辨出邊啲係新鮮好包。第1招，睇外表與形狀。買麵包盡量揀素顏嘅，即係冇太多裝飾、冇厚厚嘅醬料、冇肉鬆覆蓋嘅，例如原味方包、菠蘿包、雞尾包、法包。呢類麵包如果唔新鮮，外皮會皺、會冧，顏色會暗啞，好難遮掩。相反，如果個麵包上面鋪滿芝士、沙律醬、蔥花，將個包遮到實一實，我就建議你避開，因為你睇唔到佢嘅真面目。第2招，摸手感同回彈。趁店員唔注意，輕輕撳一下麵包嘅側面，新鮮嘅麵包水分充足，組織柔軟有彈性。你撳落去，佢會好快彈返起身，恢復原狀。如果係隔夜麵包，水分流失，澱粉老化，你撳落去，佢會凹咗個坑，彈唔返上嚟。又或者硬邦邦，撳都撳唔喐。特別係方包，新鮮嘅方包攞上手係軟綿綿，會彎腰嘅；隔夜嘅方包係挺直硬身嘅。第3招，聞氣味，呢招好關鍵。攞起麵包聞一聞。新鮮麵包應該係淡淡嘅麥香、奶香或者蛋香。如果係隔夜加工嘅麵包，特別係嗰種調理麵包，你會聞到一股過度濃烈嘅香精味或者油脂味。甚至如果你個鼻夠靈，你會聞到一絲絲似有還冇嘅酸味，夾雜喺沙律醬味中間。一旦聞到怪味，千祈唔好買。第4招，
揀時間，呢一點係潛規則，盡量唔好喺一開門早上7、8點去買嗰啲非基本款嘅麵包，因為師傅一早返嚟，第一時間係做方包同甜麵團。櫃面上擺住嘅花式麵包，好大機會係尋日賣剩嘅。最新鮮嘅麵包通常係喺中午11點到下晝3點呢一段時間陸續出爐。如果你見到店員推住車仔啱啱推出嚟，甚至仲有微溫嘅嗰個，絕對係極品。總結一下，加工三文治少買細菌溫床，重口味肉鬆披薩包少買多數係隔夜底，脆多士麵包糠少買小心霉菌毒素。記住，麵包係用嚟食飽肚、吸取能量嘅，唔係用嚟搏命嘅。對於小朋友同老人家腸胃比較敏感，我哋更加要小心把關。寧願買最普通嘅白方包，返屋企自己煎隻蛋、夾片芝士，都好過食嗰啲花里胡哨嘅加工垃圾。生活中充滿咗陷阱，但只要我哋有知識，就唔怕中招。你平時去麵包鋪有冇試過買到啲口感好奇怪或者食完肚痛嘅麵包？歡迎喺留言區爆料，講出你嘅經歷，提醒下其他街坊。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你學識咗點揀麵包，請你喐動手指點個讚，呢樣對我非常重要。一定要分享俾你身邊嗰個超鍾意食麵包嘅朋友，同埋負責買早餐嘅媽媽。我係養生廚房阿四，關注我，帶你食得健康，遠離黑心食品。我哋下期見。